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9节到26节。耶利米哀歌第1章第7节到15节。马太福音第20章第29节到3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治。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因为呢，想要得到医治。台湾早期的健保，就是说健保初期并不是非常的健全，电子的档案仍然未建立的时期。也因为当时候政府开放了中国的观光，就造就了许多农民到处去看医生，频频的拿药。那他们为的是要将台湾所领的药物呢，带回给当时候在医疗仍然落后后的这个中国乡亲们。也有一些年长的人喜欢去找医生，虽然他们每次看医生的时候都会说：“哎，我这里痛啊，我那里痛啊。”可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如同他们所说的有真正严重的病，只不过是想找一位愿意听他们说话的医生聊一聊。即便医生开药给他们，他们也不一定会照着吃。但是我们知道，基本上来说，人们是因为身体有病、身体有状况，才会去看医生。以色列人民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的真道，他们看到了上帝的呼召。先知的时候呢，上帝这样告诉他：你不要自以为年轻，尽管到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所说一切的话。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听上帝的话，说上帝的话，和上帝走在同一条真道上，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在耶利米哀歌，上帝又对先知这样说道：我今天授权给你，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拆毁、破坏、推翻、建立和栽培的工作。这就像是一个在医疗上我们称为侵入性的治疗的工作一样。上帝要先知向万国万民做根除、铲除，然后拆毁、破坏、推翻的工作。也如同我们之前牧师一再强调的，这个预言、判断、惩罚不是上帝的目的，而是一种过程，或是我们称为一种手段。我们用最近被政治化的这个亚科来思考。以前呢，马偕博士，他在台湾为台湾人拔除了超过21000颗的牙齿。我们都知道，这个陈齿拔掉之后呢，它就不会再生。拔掉之后就不再存在了。可是为什么
马街要拔牙呢？因为我们知道牙齿已经坏掉了，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还有这个影响了身体的健康。所以拔除虽然会造成某部分的这个伤害但却是带来更重要的一个健康。记得高中的时期，第一次到牙医诊所去找牙医师当他要治疗的时候，拿出了那个小小的电钻，就开始这样子磨掉牙齿的时候心里其实是非常担心的我想医生应该很有经验，所以他看出我心里的担心，他就告诉我要把牙齿钻一个洞，然后处理蛀牙的部分还会再补起来，然后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我们知道得到医治有它一定的过程，有时候需要忍着痛苦，有时候就是要被破坏一些东西，例如说像开刀，以及所谓的侵入性的治疗，这些过程都是奠基在所谓的迫害的基础上面，然后来成就后面的医疗效果。信仰生命基本上也是如此。保罗强调基督教信仰是在于复活，他同时也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复活的基础就是死而后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必须先要致死旧的生命，才能得到与耶稣基督同复活。这个其实就是得医治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或是那个过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在前2天的经文里面，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说直接掉到了谷底。他们期待着上帝的拯救，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故土，就好像一群失去盼望的病人，他们盼望着一个能够得到一个神医的医治，让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好了。台湾早期宣教士到台湾来，就是以医疗作为宣教、作为传福音很重要的手段跟工具。也因为这样子带领非常多的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基督徒。如同耶稣基督的时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工作很重要的部分也是医治。他经常医治人的病，特别是针对那一些当时候人们认为是绝症的这一些病，然后他也医治人的心灵。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了2个盲人的故事。圣经说，他们离开了耶利哥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走。有2个盲人坐在路旁，一听见耶稣经过，就大声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大家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可是他们更加高声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停下来，叫他们过来，问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动了恻隐之心，摸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的眼睛就立刻能够看见，他们就跟随了耶稣。根据圣经的记载，这2位得医治的盲人，他们就必须要懂得追求，必须要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就能够得着医治。朋友们，你接受吗？不愿意接受开刀，不愿意接受治疗，不愿意听从医生嘱咐按时吃药的人，或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同样的是无法得到医治的。耶利米哀歌第3章19节20到26节，想起我的痛苦和流浪，简直是苦涩的毒药。我不断地想这些事，我的心灵沉闷难言。但当我想起另一件事，希望又重新燃起。上主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像晨曦一样清新，像太阳东升那样确实。上主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把希望寄托于他，寻求他、信靠他的人，上主施恩给他们。因为我们应当仰望他，耐心等候他的救恩。感谢上帝赏赐医治，让我们从心灵、身体都得到医治跟赦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